早晨啊，大家好，多謝嚟到肥坤頻道收睇肥坤嘅片啊！今日係5月嘅19號，星期一，個個返工返學啊！時間係11點半，肥坤過咗嚟氹仔舊區啊！舊嘅炮竹廠仍然都係舊嘅馬路，非能便道街啊！咁啊，呢條街都好多廟嘅喎，咁其中三婆廟都好多人去裝住香嘅。而家炮竹廠就做咗個公園啦，咁啊始終裏邊嘅嘢都係唔係好吸引啊！咁啊純粹入去當如係晨運兜個圈都還可以，真係冇乜嘢睇啊！呢條街真係好多個街名嘅喎。過咗呢一段呢，就叫做司篤憲正街㗎啦。咁啊，去到官也街嗰邊呢，有另外一個街名。嗱，睇到個天啦，藍天白雲啊，即係正午時分都幾翳熱嘅，一陣就濕晒。望下依邊嘅停車場，好多香港朋友過咗嚟喎，雙排車。往日寧靜嘅馬路，今日都叫做幾多朋友出嚟行下㗎，甚至打卡揾食。中午時分啊，都係去揾食㗎啦，好多朋友。我哋周圍八下啦，陽光正一佢頭殼頂啊！睇下個人影就知啦。正午，我哋嚟到嘉模斜路啊，斜巷嘉模斜巷石級嘅，咁啊好多靚女啊朋友啊都中意嚟呢度打卡㗎，咁啊幾有味道嘅呢度。直上去就係嘉模教堂。咁啊，另外有一個就叫做結婚登記局啊。如果撞啱好日，就好多人喺度結婚啊，影下婚紗。呢度又有間廟啊，伊靈廟，不過好似長時間都關咗門。由呢段開始就好多食㗎啦，基本上成條街都係食嘅。頂唔頂得順呢？就真係要問下啲開鋪嘅朋友先知啊。各施各法啦。呢度嘅人流都算係幾擠擁㗎。如果係假日啊，星期六、星期日啦，呢度都叫做逼爆啊！有一段時間，肥坤都少過嚟啊，因為太過多人。今日揀咗星期一啦，我諗冇咁多人，走過嚟行下。但近日不停都係講政府啦，咁啊，我哋都係略咁講下啦，大個就算啦，唔好話點樣針對。有人話政府嗰1萬蚊啊，同埋嗰啲所謂醫療券啊，總之動用到財力嗰啲就會側膊啊，或者拖住先啊。
可能都有政府嘅難處啊。落咗柯打，出咗憲報，咁係人都知嘅有得派，不過遲啲派都冇乜問題啊。嗱，講到派錢，今日政府又公布啦，央積金咁又有一筆撥出嚟啦，啱條件嘅就有7000蚊啊，央積金，即係話長者就又可以收到7000蚊嘅現金啦。年齡層未夠嘅就幫佢儲埋先啦。呢啲咁嘅出咗消息，政府內部又有憲報出咗，應該就冇乜走雞㗎啦。當如係佢拖住我哋先啦。我哋嚟到官也街啊，以前嘅街市就比較靜啲，仍然都好多人喺度唞涼啊，買下嘢食啊。當如係中午啊開飯，人比較少咗嘅星期一，但係始終都係裏邊都係幾擠擁㗎，尤其是食嗰啲牛雜檔啊、雪糕啊，或者豆奶之類啊，椰子雪糕、蛋撻、蠔撻啊。呢啲都幾吸引嘅，有啲鋪頭就比較靜啲啦。今日嚟一個快閃啊！今日當肥坤出嚟坐巴士嘅時候，又聽到又有一單喺馬國路環碼頭。希望佢唔係本地人啦，或者外來嗰啲啦，隔離浮嗰隻啦。馬國啊，一早就聽到啦。呢啲消息日日都幾乎隔日就有啦。我哋行出嚟官也街，望到以前嘅黑橋啊，黑橋以前都係村嚟嘅，好出名下。以前有個消防局，而家就搬走咗啦。木偶都未開嘅喎，係咪開夜晚呢？星期一剩返好多啦，咁啊始終呢個月份都係屬於旅遊淡月啊。雖然話係淡啊，亦都好多朋友專程過嚟睇演唱會啊，好多歌星輪住上台。每個星級酒店都有 show 睇啊！咁啊，其次最吸引都係水舞間啦，好難買到飛啊！個別有啲餐廳就應該係坐爆嘅。其次就應該都係坐喺街嗰頭食嘢啦，呢啲屬於係一種文化，自由行嘅文化。街頭排排坐，
呢度有幾間好出名嘅網紅店啊，大部分都係做外賣嘅。我哋望到的士哥哥排長隊啊，剩翻晒啦。嗱，近日喺網嗰度見到隔離埠廣州啊，無人駕駛的士已經開始陸續咁樣上台啊！無人駕駛啊，即係唔使司機。我諗呢啲咁嘅情況好快脆又嚟到港澳地方㗎啦。無人駕駛唔使爭拗，不過就好多人失業啦。呢啲情況好快脆嘅啫。呢度係奧林匹克馬路啊！過咗馬路，我哋行下花城公園啦，睇下荷花。一到暑假就澳門又開始全面掘路啦，每個點都有，繼續掘，應該有啲協調啊，應該趕到開學前完成啦呢啲工程。咁啊，到期時暑假，好多朋友都出埠去玩啊！我哋入咗嚟花城公園，荷花池有荷花出啦，可能6、7月係比較多啲，5月份啊開始啱啱開。今日影下荷花喺度轉個圈啦，好多朋友都喺度開飯嘅，買個飯盒，不論係本地人啊、勞工姐姐啊，甚至係自由行嘅朋友都中意喺度開飯嘅，買盒飯、盒仔飯。呢度幾好風啊，雖然話熱，睇到啲荷花葉蓮蓬已經搖下搖下咁樣啊，即係幾猛風。今日過嚟氹仔嚟一個快閃啦，8下。基本上澳門咧就新聞係比較少啲嘅。如果個個有公開就天下太平啦。